多元化就是分得清。哦，分得清的就多元的话，伊就能讲啊，世界，哦，音乐，世界，音乐来啦，即个个过去世界音乐啦，精进来上天，来地理嘛，这是因为乐道内底，乐道虽然6条尔，伊个延伸的叫做万法，叫做乐道万法，安尼对啦。伊延伸的就是叫一切，安尼，一切无离开伊无离开一切。但是讲到遮来，比如讲咱比讲到遮来，这种属于上悬的设定，上悬的设定内底当中，咱基本上只讲境界。你想后壁啦，咱讲到这边啊，要讲是经书啦，这是讲是智道啦，来应家啦，应家大师啦，来叫做怀用禅师来叫应家大师，已经足悬的。迄个到地当中，六祖慧能嘛不讲什么道理，几寡尔，你想得几寡尔，咱就用证悟，几寡证悟了后，伊敢是天主过来礼佛，毋是，人伊过去嘛一直落来，一直修，修到一个时阵，当然伊地位开了后，我遇到即个开悟大师，人几句话人开悟，人几句话人开悟，所以你今日学法，上个地方就是讲，你要安怎要破，要破迄个人，要破迄个语言，因为你的语言来到破，你就转无嘛，无完全解释你个讲嘛，咱今日修学道听大乘法，就是要人破迄个语言嘛，要人破迄个语言，要进入了迄个人，迄个主觉嘛，你无用主觉了，毋通明白了，你无主觉，咱学法哪无主觉？听到尾安尼，听到尾你嘛听无咯，我咧讲你嘛听无，我怎会讲你嘛听？所以这段内底当中，这才是真正，咱要真正要去契入着迄个圣人，迄个成熟的道体里面。就是佛陀当时经文经，我过去常讲去，伊15分的内底讲迄段，如来是为法大乘者说，如来为法最上乘者说。只要如来为法大乘，为法大乘者说，为法最上乘者说。伊讲话你这讲话，中心下生的人都听无啊。我若讲话这人听，听无毋加听，但是所以毋通设定着啦，因光因福的上，就是为这个上乘人，为最上乘来说。安尼所以呢，咱今日讲到这个所在，咱嘛是为上乘人，为最上乘人。安尼讲，其实咱真正大家，就咱过去的考虑的时阵，咱过去信仰修行的时阵，迄人讲到差不多30-40年嘛，30-40外，考虑的时阵大概40外年嘛。若听的可能是对去若要以当时佛的战术的讲起，咱就已经经过40年的岁月，40年的岁月，这叫开悟啊，但是拢应该拢来开悟，所以咱讲到做环境，看这段内底当中，咱若要甲讲起，是拢以上乘者说，最上乘者说，安尼。今日要讲到这段，就是因为进前迄叫做智道。智道离我问法，倒要是无了解就叫做运用离我问法倒去找一个运用但是我讲离我问的内底，倒要去找着一个离外口，倒要找着一个主人，干那离这个我问叫做用，我问的外口，倒要找着主人，倒要找着主人叫做体。其实，伫智道内底当中，一开始，头一个就无了我问的道理。我问的道理就是啥？就是因为迄个色受想行识，迄个色就是讲色就是讲啥物啊？就是讲外口的表象，形形色色，受想行识就是讲个内心的世界。你有受，什么人要受？想，你什么人要想？
形你什么人咧起心动念，什么人咧行？迄个色就是迄个意识的色，迄个咧操盘头前。但是迄个操盘头前，迄用的色，安尼叫做运。你若用着地，安尼就叫做运。哦，因为你就是色，色就叫做分别。因为色就是头前有一个形形色色的色，形形色色的色叫做表象。表象了后当中，因为受，就是讲今日看一本册，受报感受，受了后，我会随一个想，想了后，有一个行或者解释个图片。迄个色就是讲，我已經迄個現出來了後，我種的物件就種喺迄個色嘅內底。是即個色去分別了受想行，若毋是即個色去分別受想行，安尼個講起來，那安尼當中呢，迄個受想行是對啦。若無有迄個分別的知識，若無分別的知識，迄個知識受想行，即個受，什麼人咧受？你唔是迄個自性咧修嗎？你唔是理性咧修嗎？你想就是迄個什麼人咧想，形什麼人咧行？這一定愛讀。但是因為你就是因為有一個主人咧操盤着受想行，安尼就聽啦吼。所以受想行就是咱內在世界，因為你會經過這物件，受想行你會經過這物件，經過這物件，迄個色就是分別。我感受，我所愛我想，愈想愈歡喜，行就開始心去動念啦。行出來做就是迄個色嘅分別，做是重點嘛。所以咱叫做轉色生智。五蘊嘅內底當中，叫做五蘊就是代表無光明嘅意思。啥叫無光明？因為伊就用色。伊用色做主體，較無光明；伊若用定做主體，伊就毋是講，伊就毋是安尼講嘅，伊就毋是安尼解說法。但是因為咱今仔學道，就是咱要掠插，愛去掠安怎去插頭。安尼插頭就對，五蘊嘅插頭就是一個色，就是即個色嘅內底。咁是五蘊嘅插頭就是色啊。色因為指數受想行。去看這外口的形形色色，看到物件心就動，就愛，安尼啦其實這物件來講起，叫做哪？叫做因為有迄個知識的色咧操盤。咱來講，色為空，空為色，色即是空，空是迄個色，迄個空就是空色。色，咱講色空不二。色空不離斷然嘅，迄個色就形形色色，看形色色，但形色色起來了後，你看到伊迄用迄個空色，用迄個清淨無量去看這物件，一切萬緣，會記你念着你，安聽啦就參考我來這簡單比喻啦，我穿一件中仔布，行佇個草市仔布草市仔頂條啦我去請查某，你行過這件褲。幾領褲攏迄個刺啊嘅，對啦但是你若甲穿一領互伊呢，穿互伊平時是互伊呢，甲穿互伊甲穿好過，伊敢袂條件，啥袂條件？問題是互伊是陰面的啦，絨仔布是迄個絨仔面，絨仔面迄個粗透刺啊嘅，即個就是講，因為你迄個色空。迄個空就是金絲絲嘅物件，迄個金絲絲嘅光明，因為雖然咱講百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百花咱對這草市仔寶貴，但伊袂甲你佔據你這身體嘅物件，什麼物件？因為你就要起心動念，你若起心動念，你看愛形色色，就安那來你啊，但是你無起心動念，你嘅自性就足方便嘅，足緊咧。你面對一個雕塑，無論是基督畫好啦，你是無雕塑好啦，什麼你講嘅都影響啊，伊係講你嘅心就會意念啊。
哦，啊，若是讲，我比如咱的心啊，参像这样量啊无啦吼，啊，就乱七八糟啊，出去就是要念的，哦，就是要念的。啊，念的当中呢，因为你唔免去迄个场所，你家己就念啊是辛苦啊，但是，所以因为咱叫做色空不净，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色不离空，空不离色。啊，若安尼爱有迄个空色来甲做主人，安尼晓啦吼。你若用地色的色甲做主人，安尼就差。因为地色都上好计较，啊上好分别，咱都叫分别地色。啊，所以咱今日讲色空不净，因为伊袂使离开，因为讲，因为你若离开叫做断灭，哦，你若离开叫做断灭，叫做即空甲即有，安尼。啊，即空就是讲啊，即伫外口，即有啊，即空即有就是讲啊，外口的物，我接着外口的这形式色的物件。但即空就是讲啊，我外口这样断掉的，我惊有一个心命，啊，我拢无外口的物件，安尼对，必须断掉的。啊，但是伊咱就是有即个空色，当会当你分辨了外口的形形色色。哦，安尼啦，伊也是呢，伊也是即，但是因为伊是不离不弃。你看到迄个色，但是你心袂了着迄个物件，安听有无？所以一般顶无想你看到这形色色，啊，你心就了一大堆。安尼对，但是咱叫修行到即个心有训练过，即个心有修炼过，咱即个心行到对一个所在，咱就叫力量。咱叫色空，端就是断掉的，迄蔓延的，迄蔓延的一切缘，叫做蔓延，嘛有人叫做诸事因缘。啊，即个蔓延一切诸因缘当中，就是拢对心生出。那咱讲讲，咱离迄个。教授的当中，伫迄个华严经书讲，三界有心生，啊万法有实现。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对即个心生出。哦，啊万法一切法就是由色地色色气到分别，万法有实现，啊三界有心生，就是讲这样。所以因为咱今日讲这个物件，讲咱即个心。啊，伊讲过一段当中，嘛是讲你即个心，哦，啊，所以咱用啊，特别啊，检讨历史段，啊，我来去头讲，安尼注意，咱听我念一遍。行书上书，行书上书，成结州安城老氏，成结州安城老氏，文泽溪法色性化，文泽溪法色性化，迎来参礼。迎来参礼，隋文法，东河所务，即不得该急，书法，你今做什么来？法，性地不为，性地也不为呀。记出来了，吼，这话对了吼。哦，性地也不为，一个不记出来了吼，叫做性地也不为。吼，性地也不为。哦，所以这个是假啦，啊，这个是假吼。性地也不为。书法。龙河该急，法性地上不为，何该急之有？肃清气质，令书修长，一日所为法。逆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书记得法，虽回结州千万山，方法消化，
方济上师，方济上师，哦，这段呢，就是讲到有一个法师啦，吼，叫做行师啦，吼，行师上师啦，吼。啊，这个行师，当然，伊讲到这个上师来讲起来，应该是拢受上法的啦，吼，拢做有上法。哦，啊，因为佛教内底当中呢，伊有分做分做真侪个法门啦，吼，所以像迄个咱后壁看到的即个什么人呢？即应家大师啦，吼，伊上的就是天台机关，正天台机关啦，吼，伊今日行师上师，伊所学就是哪呢？就是做规啊，即个想法，这个上师，这个上，因为讲到这个上师来讲起，这个上师的解说叫做哪？叫做儒。那以上师的解说叫做儒啦。这个儒甲解个叫做上，或者叫做儒，就是讲，因为做自然呢，伊无去有什么代志去讲嘅，无去有什么物件去讲嘅。咁说伊修这个上的这当中呢，叫做哪？叫做一定达到迄个上的意境，所以无去用一切为上去甲应用。安尼讲来讲，做个上师，做个是法师，甲做来但是咧，讲到这个行师、上师的这个来龙去脉伊先结州安城老师啦，当然，这个结州呢，咱而且后壁查见资料就是讲，伊是江西省啦，而这个安县嘛，江西省的结安县啦，近年在目前中的中国大陆啦，伊生于这个安西省部分所以结安县文藻科释法，文藻科法释宪法，当然。听闻就是讲伊听到，听什么物件呢？做客法释，这个法释就是咱离佛教上内底当中呢，伊就是讲，这个是一个迄个做这个法王位，法释这个释就是一个法位，法就是法王，释就是迄个释位。来讲，离迄个所在有一个法师。也咧讲经说法，伊即话就是安尼解释。这个做客咱嘛知影，做客就通常是咱六祖规个原先做客当然是所以呢，伊哋听见安尼了后，伊就经来参礼啦经来参礼就讲，迄个经就是真紧，伊真肃紧的，就来参礼这个大师做规个啦伊即个讲起来，伊早年就是讲修禅啦，讲修禅法甲咱讲起来，对即个禅的意境的讲起来上兴趣所以即时就来随问法，就随甲问啦随问法，当何作务啦即不乐解决，因为伊咧讲即个所在呢，快点做规个伊发释伊个信望，就知影讲咱今日大家是即个所在，离佛教学内底当中有一个叫做法王位，毋比像咱一贯的道亲拢徛咧啦离佛教即个会上拢头前摆一个倒互你坐遐，迄个叫做法释，叫做法王位，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当中，伊有当伊个法王位拢用足快，倒足快了。坐迄个伊做过来，坐迄个所在叫法师个信法，安尼对啦因靠上因无咧用徛，无咧像咱徛啦徛到一个书法课所以拢伫遐坐咧，讲不厌嘛，话紧就对啦。咱即若而且徛2点钟我过就真算啦所以因当然袂收啦。咱一贯的历史咧想内底当中，叫做以心作则。无排场面的啦，
就更讲嘅就讲，面对一个所在，面对一个环境，伊就会当立做伊个发色。发色毋是二即一定喺即个位，咱嘅发色唔对，咱嘅发色是跟一个心啦。安尼啦吼，你若我无即个位，我就讲袂好势；哎，无我即个位就无中面；哎，无即个位是袂当讲。哦，安尼可能伊咧想到了计跟咱落嚟解决啦吼。但是要落嚟解决，当然就是要因为你即个环境，不过因为咱袂当讲是甲毋是，因为咱有够熟到即个规矩，即个规矩啊吼。咱传来即个规矩，咱就会面安尼嘛对，嘛是咱无意见啦。因为各宗教有各宗教的规矩。所以呢，人占受嘅嘢，你比如讲今日，你阮到历史，一本书来，平常拢会记出个几啊，吼。我阵呢，伫迄个高阳，高阳当中的迄个亲，当时个几啊，我阵我就大家拢先想好啦，睇当时个几啊，我无讲过来啦，吼。但是我甲我咧亲讲嘅地方，我讲，你。听到恁啉的杯啊，听我杯，我先想到安尼啦。但是了后我讲了，我介绍啥咧？安怎对咧？因为咱这是过去前辈者建立来一个体制，嘛是一个规矩。今日你是一个领面的教书，因为人学校对你这种尊重，你讲破坏人这个规矩，安尼嘛对啦吼。无恁这个甲恁咧当。你这个敢会支持他，敢会支持他，应该无关联啦。但是有点像，伫这个宗教上内底当中，有各单位，因为伊的这个规矩设定无相同，所以咱嘛袂当讲，因为你临时要甲改变，咱改安尼。但是因为来水务法综合作务，结果了，我是安怎做？这个综合所务，就是讲我安怎，即句话就讲我安怎做，当袂落去解决，吼。迄个解决就是一个段落，一段阶层啊，因为伊即句话就是啥物？就是因为刑事啊，来到迄个六组伊即个当上市的时阵，参加伊即个大发会的时阵，伊就提起问迄个六组个人。伊讲手就是咱讲手验，讲我是安怎来做？当好做就是讲我安怎来收？当袂记就即本落嚟解决。迄个落嚟解决就是讲，我当无某上、人上、众生上、寿者上，当无即个事上，不落嚟解决嘛。因有落嚟解决，就有落嚟事上嘅物件嘛。什么叫做？因为迄个解决就是对立法，有我就有你，有你就有我，有红的就白，有白就青，有青就黑的，这毋是叫做解决嘛？这个对立法。所以即句话你会甲看咧讲，因为咱今日要受到无我上、无人上、无众生上、无寿者上，是我安怎来做，才会当到迄个意见。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当中，因为这解决有个分做啦，二分高尚，有分做小乘阿拉伯，去区分。到了中心来，就讲应该菩萨；到大心来，讲叫做菩提菩萨。最上心的讲叫做分嘛，这里分下啦个属性题，当时因就是贡献。这嘛是因为高尚的一个规矩，嘛是一个赞助，这嘛是一个解决啦吼。但是当中以后又讲着，讲伊就甲我讲，我当想当袂落去解决，书就甲办，就是讲六组规定讲啦吼，秘经做什么来啦吼？不过这句话呢，因为迄个什么秘做什么来？这句话当中应该是咧讲。你比你你曾经是受什么法啦？
怎么来？就讲你曾经是修什么法来？安尼啦吼，应该是句话是安尼讲啦。你前做什么来？你昨做什么来？就讲你已经修什么法来？应该是句话是安尼解释。伊就讲嘛，因为即句就咧读说明讲嘛。我人问讲，你未修倒一个法门来？即句话应该是咱户口的解说啦吼。是安尼个，还是讲你为什么发起来？安尼对吼。伊就讲啊，即句啥人讲？即评书讲，伊讲性地有故的，性地才会主要。即个性地就是讲啊，伊不属性地，不如属性地，就是讲我拄则讲的，有分到阿罗汉，叫做干嘛，比丘叫因干嘛，因为性地就是讲叫做属性地，属性地讲叫做菩萨。比丘阿罗汉叫属性地，这第一解释。第二解释，这个性地，就是讲属性地。而阿罗汉的属性地来讲啦，苦集别道，苦集别道。伊苦集别道就是安尼讲嘛，第一就是苦集别。这个阿罗汉的属性地，这个属性地来了后，伊这个就是讲啦，解空嘛。阿罗汉就是解空嘛，叫空嘛，叫解空，袂使执，叫做解空。这个属性地呢，来做一个了解，这个苦伫倒来，这个苦就是为这个来，因为这个是苦嘛。这个因，这个因嘛，这个苦叫做果嘛。我刚才呢这个苦叫做果嘛，这个集叫做因，这个集叫做，比如讲今日咱今日死人才苦，你这个死人才苦，不是你这死人才苦，是因为你为了世人，你就应进来，完全是你一个道亲。13岁，我拄则讲阿真听13岁，迄是阮一个万年先生一个孙仔，因为伊生出来了后，伊就用先天的糖尿病，先天糖尿病唔定爱牙嘅，拢牙7、8瓦，若我做拢牙9、8瓦，即摆若了食咧就一直跟着就叫嘛，就这唔记得可能。一个人老爸较无插入来，较无注意，叫管嘅，三岁了叫死去啊，一定就出病。那这个囡仔当中呢，你甲看，人照伊的13岁，人讲我才讲，伊囡仔袂大，伊本身就是糖尿病，糖尿病人伊有病，伊袂当食物件，食物件食咧就是病，睡觉就爱随出胰岛素。安尼，但是今日今日唔是讲这物件，今日伊会只苦，为何来？先天性先天就是过去世种来物件嘛。所以我昨补我去甲看，我问讲，讲你考定了，你今日自你出世到即马，我相信你过这13年岁月嘛有变化。第一样物件就是讲，你要食袂，对唔？唔食，我要了死。伊甲我讲，大，都无食比较大，伊嘛甲我无食比较大，伊安尼讲，就事实半食半无。过去因当中呢，你食的时阵，你也是相信因爸管你正严，比如说我要拍死，伊也讲哪你要食，咱我要拍死。就我拍死，管你要重要，安尼。要食，仲要随便的，唔食，我要死。食的时候注胰岛素，你看有变化无？但是伊一醒来，就干无成，大变大。高中高中3、2年，就差不多国小的1、2年呢。安尼看
看到当中，这个物件对对啦。伊咱看是表象是安尼，但是伊对执，伊执这个因来，这个因，哦，啊，这个因足惊哦。所以人讲知因知因，这个因是惊人的哦，足恐怖的。哦，为着这咱老爸、咱的阿公啊、咱的阿祖，放了这个因，是这个因来。有影无影？我讲一个事实，阮较早伫花东吼，阮咧咧做法茶，啊，阮边仔有一个迄个人，因老爸甲因老母是正台湾人，但是生出来龟头毋是像。好，但是伊生出来了后，因翁真袂了解啊。你是一直把生得出来，好，啊，就一定阿多阿豆咧，啊，无到我生着龟头拢白色色，啊，规碗白哦。啊，就是阮较早伫花东，我咧做三行，啊，就电人要去校，啊，伊咧看到日头，啊，目睭啊，哦，啊，看到口水，啊，就去了。但是因老爸给做 DNA 检查，结果就是讲，因较早因的祖先有甲荷兰人结婚过，荷兰人，荷兰才真几年啊，几百年。但是头几百年内底当中，啊，都有迄个，甲伊出一个迄个人，迄个白头毛的，白皮肤哦，哦，有布无？较先荷兰较先嘛要200-300年啊，吼，荷兰迄个出。所以咱因这个因要断因，你今日这个苦，你无这个恶报，无这个苦报，你这个因会断。你无断就去袂使。啊，你断就是安那？你离六道啦，离迄个阿罗汉就是讲，啊先爱你断这个物件，因为阿罗汉小阿罗汉就是咧断这个物件嘛，啊无就六道轮回嘛，阿罗汉就是咧断灭轮回嘛。哦，啊所以你咱今仔日来到这个世间，各人所拄着的命运拢无相像。你为生出来当中会教，为生出来当中青命，为生出来当中无口无手。你想讲个美国迄个叫什么？哦，啊，生出来无口无手的，迄个做老官的迄个，所以应该迄种，迄种我都袂讲。胡克。哦，嘿，做老师知影啦吼。胡克。哦，啊，所以呢，伊虽然出来当中，伊讲伊生出来东西有法按头要讲。毋通甲老母讲啊，到了一个时阵，伊才甲老母讲，甲老母讲的，老母看一下分，啊无口无手啊，到位老母专业，是上帝送互伊上开一个好礼物。但是这个离家呢当中吼，甲用心甲成就一个世界的名人，娶一个某，娶一个太太啦吼，咱是比人就娶太太无伊遐水。生个囡仔无伊遐古水，赚的钱无伊遐济，你应该无伊遐好诶。好，但是因为伊来的这个报信，就是为可能面也无口无手啊，就安尼卖咱卖有用啊，卖走收入啊，卖拍篮球啊。开车嘞。哦，因为伊虽然讲先天就安尼，后天就我同你讲。所以你这个福音。因为咱过去咱来的命运就是讲这个到这苦，来到这世间快乐的痛苦，10个有9个痛苦。因为咱讲，因为伊看我伊快乐的时阵，伊是感觉伊个人的感觉，伊也会接受到迄个真正生命的苦，毋是有钱代表快乐。真正迄个是无输咱无输。食宝书是世界，毋是食宝书啦，迄个比尔盖茨啦。伊是做软体的世界软体，伊即个财产是叫4条人，我会记4条人的代表。4条人，迄钱足济哦。他们某结婚27年个离婚，27年，迄27年离婚，世界命离婚。有钱啊，但离婚痛苦。某叫死嘛痛苦啦，离婚嘛痛苦啦。某死是伤心啦，唔甘啦；离婚是亲婚啦。安怎？大家袂做伙，就是亲婚，就是半晚，莫离婚。某叫死，迄个我度，迄个叫等，迄就是啥？伤心嘛。我爱你伫个，你唔伫个啊？
哦，那我咱叫爱不离苦，哦，发财靠着爱不离苦。啊，人生无论你什么物件，拢爱别离，哦，拢都是这物件。但是伊就是讲道，这个道就是该修，叫修道。哦，这个灭就叫寂灭，寂灭，寂灭。哦，这个修就是在咱今仔日当中，大家就该修道。修这个啦，修这个该做修道。灭这个长照、灯教。这个灭不是说，这个灭不是说灭无灭哦。哦，从阿罗汉法的内底当中，这个灭讲灭无灭咱唔对哦。所以伊修道就是要人这灭，要人长照。所以呢，过去迄个什么啊？咱不是讲生灭为义，啊，寂灭为乐。哦，到处为寂灭为乐，吼。啊，所以咱今日这阿罗汉的当中，这个性德的不一，性德的不一。你讲你今日虽然修到素性德，你嘛在执着，跟我们讲，你修到素性德，你嘛在执着，就不一你嘛不执着，因为你执着就是哪，就是跟落离哪，落离该阶段的这样，你这个执，你执就是这个该啦，哦，啊，这落这个执。迄个执就是上个大病，这个执啦吼，执着个执，就是上个大病，上个大病。所以上那修成的人有这个执，拢是袂成功。所以执会甲你传着咯，执会甲你传道论的啊。所以佛教上上惊就听这个执着，所以我讲。我上、人上、众生上、寿者上，哦，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迄个寿者见、迄个寿者上、甲寿者见，拢叫做执着，爱听好吼。所以你有这个物件，拢是袂成，阿罗汉嘛是袂成，你怎么嘛是袂成，菩萨嘛是袂成。所以咱《金刚经》第7分内底当中，我过去讲一句：一切现象皆以无为法而差别。一切现象，现甲色，哦，我过去金刚经里头出来了。现这个三年，色这个色相，三年就是咱过去捌讲的，三年就是讲色主、色行、色为用，这个三年。色就是正代表十地菩萨，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地、10地。这叫做实相，这个贤叫做权威、权威，哦，这叫做全教菩萨位，这个叫做行叫做实教菩萨位，实教菩萨，这个是一个权教，这个就是一个实教，我查呢。但是因为一切，无论你是贤教位甲实教位内底当中，你爱无为法、有为法。你的无为法，你袂使有执，你袂使有执，哦，袂使有执，爱无为法。但是离有差别为是方便位，哦，比如讲今日咱的实性不及实住，实住不及实行，实行不及实为用，实为用不及。十地菩萨，初地、二地、三地、四地，这种叫做位，这种叫做位。啊，这个位是叫做方便位，方便。这个不是落嚟解决无，你爱这不是落嚟这个解决无，不是落嚟这个解决无。这个位就是离这个世间的内底当中是方便。比如讲，今日来讲这个世间，你做人老爸，哦，老爸有啊，你做人囝有啊。你做红婿啦，你做人红婿有，你做人的某囝有啊，这叫做位。你袂使讲叫人的，你做人老爸，你来做囝位；你做囝，你做人的老爸位，安尼袂使，安尼袂使。啊，这个位叫做伦常，这个位嘛就爱属于伦常。这个伦常来讲这个世间为着世间法，要有一个伦常，哦，伊那。
这个叫做啦，这个叫做全桥关卡方便，也是全桥方便的位置。哦，比如我今日放新仓，我这个叫做方便的案例，敢是？哦，我要讲是讲放松林，敢袂使？哦，我要讲放大肠，敢袂使？我讲放小肠，敢袂使？敢袂使？会使嘛？哦。这同样性命都进含性命和金属做的更改，含生啊，都那更改。所以这跟理解世间的科的名，叫做讲叫做方便位啦，拢用。但是因为咱今日修学道，这是方便啊安定位，但是要修位的阶级，唔是这个方便。这个修的阶级，就讲你内心世界，你袂使内心世界袂使执着。哦，你有这好阶级，就讲我有心结是，我有执着这物件，但讲了袂使执着。哦，这句咧对啊。哦，你想什么来？哦，你修心法来，愿识定不为。我今日已经证到阿罗汉，识定，可是袂得，我嘛袂使有执着，伊就讲哦，伊来讲，因为菩萨，因为是空有不离的对嘛。性地就是阿罗汉的位，叫做啦悟空嘛，啊，菩萨叫做法空嘛，哦。那个阿罗汉，阿罗汉，阿罗汉 ，OK， 悟空嘛，啊，菩萨。叫法空嘛，这种爱空，空的是讲袂使执着，袂使有我想理想，众生是比较想，所以伊即句讲性地的不为，性地不为，就是讲阿罗汉嘛爱空，哦，阿罗汉爱空，因为金刚经的第六论内底有咧讲，欲心处上，执着我平众一者。欲处法上，即叫我言将相；欲处我上，即叫阿罗汉。阿罗汉的内底啦，即叫我上。欲心或者心啊处于上，安尼有我上，有我上，我相，人相，人相，众生相，众生相，寿者相，寿者相。有这四相出来，我相、理相、众生相、寿者相。假使讲你这阿罗汉有执着这个我，有执着啦吼，安尼你这个心就无空。啊，心无空，你这个我相，你就是安尼无空。我都一个人，啊，这个我就是讲啦，有心嘛，啊，这人就有境嘛，安尼关口嘛。因为咱一个心去判断一个境。会生出这些物件分别，会生起分别，分别叫做众生相，什么叫做众生？因为众生就是足无想的啦，叫做众念众生嘛。啊，众生就上足济分别足济嘛，所以众生上就讲离有构成叫做分别，寿者上离有构成分叫做执着，哦，叫做执着，安尼嘛。啊，修就是我过去捌想讲的。人面对着会受甲执着，咱今日